你要被多鸟了工资呢，我还记错住，多好路我到了不起，而且还没赶上，我呢还没呢还有门道的。我报的人大家看着都进来嘛，我去报呀，我报嘛东南嘛，我跟当到，你看有没有看到弄得好我去报给了，炒个绕得好，谁有弄锅绕了好开，中华面呢？来罗阿姐，一起弄吗？一起到罗吧。过来，我叫车到好好流浪道啊，安姐哈。来，我家东里用这多久啊？安姐不要啊？别人家搞笨了，我多少不白不要啊？安姐不要。要了嘛，要有人可以搞啥？工资你没有找好的，你说好了嘛？我们把他搞在人道啊。难道你去下的？你呀，我东里不人呢，都家家个人都刀了嘛？啊？老啊。老哥弄得好浪刀嘛，那路人你这一代都知道，我有错那的吧？哎呦我的妈！